县政府积极咧扶育着花金菇，伫个高溪华山设置2个花金菇的生态池。今仔日华山国小的学生专工到生态池的4棵练长去种原生的植物，要互花金菇有一个生态的好环境。 云林县政府这几年积极扶育花金菇，伫华山小天梯步道和山地湖步道设2个花金菇生态扶育池。现在呢，它的幼虫要孵化，甚至它有一个好的环境能够给它孵化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小天梯，还有我们的山猪湖，就营造了2个生态池。那我们是以顺应地形地貌，我们并没有太多破坏地形的行为。 另外嘛，配合华山国小登山活动，发起种树仔栽的活动，或者的食物会当更加丰富。我们不只是种了很多的这蜜源植物哦，让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哈，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生态当中哈能够在这里繁殖，让我们很多的乡亲呢可以利用4月、5月的时候，也可以亲自一起上我们华山来。嘛，欢迎乡亲做伙伫春天来到华山看花金菇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